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3月1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锡进老师今天重点是要聊一聊胡锡进老师。聊胡锡进老师之前咱们先聊一下胡适。今天这个胡适走势还是可以的，一頓反彈呢。周二 A 股三大指数全天是高開高走，沪指漲了 0.65%， 深成指漲超過 2%， 創業板指數漲了超過 3%。 唯一遺憾的是成交量有點萎縮只有 2.3萬億，比前一個交易日少了將近 10%。 不過它是個普漲格局這個成交量也不算少2.3萬億但是比前幾天少，縮量反彈。為什麼是普漲格局呢？今天上漲的是4536家，下跌的是850家，所以它是個普漲格局。但是這個金融消費者也輕鬆不起來，也高興不起來因為我看了一下今天這個漲跌比的中位數只有 0.8%， 也就是說一半的股票漲幅沒有超過 0.8%。 但是前幾天的下跌都是 2%、3%， 這個典型的對散戶對金融消費者來說那叫大斗出小斗進，對吧？出去的是大紅包回來的幾個乾貝兒。你看指數馬上又回來了，但是散戶的這個賬戶恐怕永遠回不來了。重要的新聞3月10號這個高盛仍然維持對中國股市增持評級。高盛首席中國股票策略師劉進金發布報告稱儘管近期市場有所波動，但仍維持對中國股市增持評級。他認為當前主導全球投資者情緒及股價走勢的核心因素包括中東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能源價格波動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持續突破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等。高盛在報告中指出受軟件以及互聯網科技板塊拖累，明晟中國指數自1月下旬高點已回調 12%， 年初至今下跌 5%。 相比之下，滬深300指數表現相對平穩，年內基本持平。基於近期亞洲與美國客戶的交流，高盛更新了其市場觀點。劉進金認為 A 股具備更高的風險收益比，不過儘管維持盈利預測與估值判斷不變，但在戰術配置上，在全球地緣政治風險與 AI 顛覆性擔憂緩解之前，建議投資者側重結構性主題，以捕捉超額收益。這個高盛策略師他認為A 股還有機會，但是是結構性機會，就這意思結構性機會也是按照高盛的說法，你要買的不好，你可能要賠錢；你買的好，可能要賺錢，那就看各位各自的能力。這個正好是兩會期間代表們對這個胡適也是非常關心的。3月9號，全國政協委員馮毅東接受採訪時表示他說部分上市公司利用市場熱點，故意發布意向性公告或空泛的戰略協議吸引投資者，實際上並無實質性業務支持。他指出，證監會近期提出嚴打此類蹭熱點問題，這非常及時，並建議上市公司應專注主業，擁抱新技術，依靠真實業績實現長期發展。說的都挺好如果你要把胡適講故事的這些上市公司你要都給它打掉的話，那胡適就沒幾家了。什麼火腿腸的搞芯片，對吧？印刷廠的搞算力，現在全網都養小龍蝦。我也不知道這個養小龍蝦跟這上市公司有什麼關係呢？總之好多上市公司都已經跟這個概念蹭上了，先拉2個漲停再說未來小龍蝦這個東西火不火咱也不好說，我覺得有可能吧，但是短期它是火不了的，這個咱們還真有發言權。為什麼呢？因為小龍蝦這東西它不是普通人用的，你想養也養不了。你比如說DeepSeek、ChatGPT、豆包這種東西你就觸手可得的，對吧？你手機點一下就能下載安裝的，又有多少人在用呢？那個養小龍蝦那個門檻可比你裝個豆包也高幾個級別關鍵它還收費它裡面很多可能要收費的所以它注定它是一陣風，火不了一段時間接下來恐怕就是一些專業人士，對吧？是真正的專業人士，人家要用這個東西或者研究這個，它不可能是個現象級的產品，因為它的門檻決定了。你就不要說什麼豆包了你就普通的 APP 美團外賣，你讓它多點幾下它都整不明白，一不小心就點到這個貸款上去了，莫名其妙貸款了，莫名其妙打了白條，莫名其妙就按了分期，不就這樣的嗎？所以這個小龍蝦現在越來越火，實際上就是炒作，絕大部分都是炒作
但是我們不能說它沒用啊，它恐怕過一段時間啊，有对一些專业人士，对一部分这个人呢人士来说恐怕很有用，对绝大部分人是没有用的。那首先你得有电脑啊，有电腦的人本來就少，對吧？有電腦的，電腦是牛馬的這個叫什麼工具是吧？相當於驢的磨子，這不多說了啊。就是說這個小龍蝦是挺火的最近，但是大家也沒必要啊跟風啊，這玩意兒就一陣風過去就過去了，個別人會用，用好了肯定能提高你的效率。咱們還是聊一聊胡一進老師啊，這個胡一進老師最近啊，可以說為他的老朋友伊朗，那可以說是操碎了心，從各種角度啊維護伊朗，對吧？關於伊朗發的新聞，那都是照單全收，希望如此啊，就是明顯說的是造謠，他也希望如此。但是所有說伊朗不好的，或者是這個美化宣傳了美軍的，那胡一進老師馬上跳出來闢謠啊，用他的這個30多年的這個專業素養，這個所謂的新聞人的這個理論知識啊，進行闢謠，為老朋友操碎了心吶。我今天啊，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看到一篇文章，這個文章就是介紹胡錫進的。我為什麼天天聊胡錫進呢？有很多網友不知道啊，就老來問一句，所以我這裡面再說一遍，胡錫進老師他不是普通的大 V， 是海外很多輿論呢、媒體關注的、普遍關注的一個大 V。就是很多外國人呢，外國的媒體，他是通過胡錫進了解胡錫進來了解中國，來了解中國人。也是某種程度上在海外啊，那胡錫進就代表了很多中國人的一些想法，就是老外他一看到胡錫進這麼想的，他就會聯想到中國人就是這麼想的。所以我們要經常聊一聊胡錫進，無非想告訴大家，胡錫進在中國他只是一小部分或者一部分，不是所有中國人都跟胡錫進一樣都這麼考慮問題，都是這種立場。聊別的大 V 沒有意義，因為在國際上沒有知名度，西方媒體動不動就報道胡錫進怎麼看的。同樣一件事情啊，胡錫進怎麼看的，那西方媒體他就報道，然後某種程度上他們就認為這個是不是代表了官方的意見啊？即便不代表官方意見，那是不是代表了廣泛的啊中國老百姓的意見啊？老外他這麼看問題，所以我們就經常去聊胡錫進啊。你看聯合早報他這麼說的，標題叫胡錫進冒號，無論誰上台，伊朗的變化都有可能發生。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說啊，無論誰上台，伊朗的變化都有可能發生，而伊朗有可能從此變得更強硬，也可能轉為探索不再與美國敵對的路線。他也點評稱，中東不乏革命，但革命的前方往往是相當長的混亂動盪期。也就是你看啊，胡錫進老師不知道他這個微博他這話在什麼地方說的啊，我沒找到，但是人家新加坡聯合早報就這麼報道他。你有沒有發現胡錫進老師這個話顯得還挺理性的，是吧？就是他就說伊朗換了領導人呢，也可能變得更強硬，但也有可能啊不再與美國敵對的路線。中東那個地方經常鬧革命，但是每次一鬧革命啊，往往會導致相當長時間的混亂動盪期。說的沒錯啊。他說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遇襲身亡後，胡錫進星期天就是3月1號啊下午在微博發文評論，他稱哈梅內伊被空襲刺殺，伊朗更換領導人肯定影響非常大，這種影響因為戰爭的緊迫形勢會加快形成，不會拖幾個月，而很可能以天為單位。胡錫進說啊，無論誰上台，伊朗的變化都有可能發生，而伊朗有可能從此變得更強硬，也有可能轉為探索不再與美國敵對的路線，尋求與美國友好。但是我感覺胡錫進老師在國內的微博上好像不是這個調調，那在國內胡錫進老師表現出來那是要跟美國幹到底啊，那伊朗一直要強硬啊，這是似乎這個調的不太一樣啊。這個聯合早報說啊，他分析啊，這是胡錫進啊，說伊朗朝更加強硬變化有很多現實條件，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宣布要更迭伊朗政權，而且鼓勵伊朗人民革命，伊朗發生大規模動盪的風險嚴重存在。胡錫進在貼文中寫道，一旦真的發生革命，走向推倒重來式的政權更迭，那麼伊朗目前神權體系裡絕大多數高級成員都將面臨新的命運，很多人會被追究，他們恐懼全面動盪，而保持國內控局與延續反美反以路線，在當前很難不是彼此關聯的。你看胡錫進老師他這話說的就是相對就客觀了很多了吧？他也認為啊，伊朗的神權體系裡面這些既得利益者面臨着被清算，所以他們是不可能放棄這個反美反以路線，他們要控制國內局勢。從這裡面你似乎讀不到的胡錫進老師在國內的微博上發的好像伊朗就必須要對吧跟美國對着幹，他不說跟美國對着幹的原因，
反正他就認為伊朗就必須要跟美國對着幹，似乎伊朗人民啊，伊朗這個國家天生的就要跟美國對着幹，跟西方對着幹。而他在國外的或者讓外國人看到的原來是這個神權體系裡面這些高級成員，這些既得利益者，他們害怕被清算，他們手上有血，所以你看啊，這味道就不太一樣了。這胡锡进老師给我感覺也是两张皮啊。联合早報說他進一步說，所以如果新領導人採取更加強硬的對美以路線，至少在短期內會得到一大批目前體系內的軍政人員的支持。胡锡進也分析稱，尋求緩和友好的對美路線顯然是新領導人的可選項之一，而且如果能成功，就可能形成政權生存的可持續性。在伊朗一直半明半暗存在這樣的主張。胡锡進指出哈梅内伊被炸死，伊朗國防部長、革命衛隊總司令、武裝部隊總参谋長同時被团滅，嚴重削弱了伊朗抵抗能力的可行性，增加了走溫和路線的吸引力。但他在國內可不是這個態度啊，國內認為這個你把哈梅內伊把這人炸死了，反而凝聚了伊朗的這個反抗力量，讓他們同仇敵愾，更加堅定了，是吧？反對美以的這種路線。胡锡进老師在國內是這種調調啊。當然了，胡锡進說然而他的當前難度在於美國提出的要價非常高，而且在伊朗軟下來的情況下，要價只會更高。你看，這是特朗普的特色啊，順桿上，對吧？你要退步，他就更加咄咄逼人，叫贏得更多嘛。這符合特朗普的這個叫什麼交易策略啊。联合早報說他說胡锡進稱，除了完全契合，美國和以色列肯定會堅持要求伊朗放棄彈道導彈，切斷與中東反以力量的關係，也就是一個是導彈問題，一個是地區代理人的問題嘛。此外，美國很可能還會提出控制伊朗石油命脈的新要求，對伊朗做類似戰敗國的發落。胡锡進說伊朗政權想要達成他們能忍受與美國妥協而非投降，難度將非常高。如果他們走投降路線，國內的政治阻力也將很高，也就是伊朗的这個政權呢陷入兩難，對抗吧你打不過，投降吧國內的這個阻力也很大，就是國內的盤們力量太大。胡锡進還提到，局勢很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的震盪，它是某個動向發展形成，成為路線尋找機會增強力量的過程。他提醒伊朗無論怎樣的選擇，被這場戰爭推向更大混亂和災難的風險都增加了。中東不乏革命，但革命的前方往往是相當長的混亂動盪期。這個聯合早報這裡面的所有的革命這個詞都打了引號的我這上面都是基本上引用的讀的是聯合早報的報道。從這個聯合早報報道來看這胡锡進老師好像還是挺正常的吧？他說這有問題嗎？問題不大，有點像那種就事論事的這種時評人士或者叫政論人士，沒有那麼亢奮，顯得很理性，這是為什麼呢？但是他在國內可不這樣。你看他今天發的一個微博，那完全是兩張臉兩張皮。胡锡進老師今天發的一個微博他說老胡去過伊朗，他們媒體編輯部裡有女性就是所有的女性都穿着黑袍，我的印象很深刻。中東國家很多都這樣，記得在科威特有的餐廳吃飯有專門辟出的女士用餐區，有一次我錯誤的坐到了那個區域裡，被服務員要求我離開。我不喜歡伊朗的宗教氛圍，然而伊朗抵抗美國和以色列的侵略，我堅決支持。除了基本道義，還因為這個世界上多一個國家抵制美國的霸權，這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我不希望看到美國擊垮伊朗，美國在伊朗遇到大麻煩，達不到他的最終目標，也就是特朗普不得不找一個借口逃跑，美國多一個濫用武力，結果很糟糕的教訓。我希望最終的結果會是這樣。大家有沒有發現這是一個胡锡進嗎？為什麼聯合早報報道的胡锡進好像跟你看咱們看到微博展现的胡锡進是不是不一樣？這還沒完後面他說世界上的事情非常複雜，最近幾年出了很多戰爭，理性說所有戰爭都不好，但是因為每個國家有各自的地緣政治利益，價值判斷保持絕對一致的標準實際都做不到，但不出圈是應該的。老胡作為一個中國媒體人，我個人反對戰爭的基本態度和我對地緣政治中國國家利益的理解同時塑造我的態度，這會導致我不支持俄羅斯攻擊烏克蘭，同時強烈反對美以對伊朗發動空中打擊。胡锡進老師作為這個頭部黃俄，他居然說他不支持俄羅斯攻擊烏克蘭，這真讓人大跌眼鏡呢。這什麼意思這是胡锡進老師看到了風向了嗎？要轉向了嗎？最近對吧，這個國際關係好像稍微有點這個錯綜複雜了，對吧？你看胡锡進老師居然在這兒他說我不支持俄羅斯攻擊烏克蘭，
他反對美以对伊朗发动空中打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他早就说過了，多次表示。但是說不支持俄羅斯攻擊烏克蘭，這個從哪兒說起呢？所以我理解的是不是風向又變了？胡錫進老師夜觀天象，發現哎，巫山縣這兒好像遇到了點麻煩，加油站這個也不好加油了，畢竟油價高了，只有加油站嘛，沒有終點站。那油價一直漲，對吧？你老是加也不行啊。胡錫進老師說啊，他說我理解不了的是，一些國人強烈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卻對美以空中入侵伊朗叫好。我體會不出他們這樣的價值判斷是如何形成的，他們的情緒邏輯與理性認知是什麼關係？我認為他們針對戰爭的基本態度似乎尤其不穩定，是選擇性最高的一批人。另外，支持他們選擇性判斷的價值出發點似乎不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或者說與中國國家利益距離比較遠。他們有一些把美國主流價值判斷當坐標，盲目跟着西方學舌的傾向。老胡經常說，網上人需要時不時與中國的外交政策對表，但是那些人似乎對這樣的做沒有興趣。最後啊，胡錫進說啊，他說前天老胡批評了一個繪聲繪色傳播美國潛艇在國際水域攻擊伊朗軍艦之前2次發出警告的假新聞賬號，我覺得他就是做了美國攻擊伊朗的吹鼓手，把自己搞得比紐約時報還起勁。我不理解作為中國人怎麼會這樣。胡錫進老師啊，這叫表裡不一啊，實際上這個深刻的反映了胡錫進老師啊，這個叫內心世界啊，這種矛盾之處啊。其實我們以前一直說的就是他那個人性呢，沒有完全泯滅，但時而有一點，一不小心露出來一點，哎，大部分時間呢，那人性又被掩蓋了。在這裡我說一說啊，就胡錫進老師他這個就邏輯混亂的地方，價值觀混亂，自相矛盾的地方啊。首先一個，什麼叫國家利益？就是國家利益是胡錫進老師認為的那個嗎？就是胡錫進老師來解釋什麼叫國家利益嗎？國家利益是個框是嗎？符合你的判斷的就是國家利益，不符合你判斷的都違反了國家利益。也就是國家利益到底是由誰來決定，誰來判斷這個事情符合國家利益還是不符合國家利益？是胡錫進老師判斷嗎？哎，你跟胡錫進老師觀點不一樣，胡錫進老師說你是違反了國家利益，他這個潛台詞就是我代表了國家利益，是不是這意思啊？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個對吧？那國家利益，那咱們對吧？好像一直說啊，保持霍爾木茲海峽的這個通行，哎，這是國家利益吧？而且啊，這個外交部還一再表態，但是胡錫進老師要求啊，鼓舞這個伊朗的強硬派，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對吧？要炸那些護航的美軍軍艦。怎麼胡錫進老師到這兒他就不說國家利益了呢？所以說啊，胡錫進老師把國家利益這個詞啊濫用，對吧？變成他的一個武器，就是像這種愛國一樣的。你這樣觀點跟我不一樣，你就不愛國，因為我代表的就是愛國。哎，這不就是盤們的基本觀點嗎？你只要說美國好，哎，那你就是直人，對吧？你就是大直子，你就崇洋媚外。他就把這些偷換概念，把這個概念簡化，國家利益變成了一個遮羞布，哪兒出問題就往哪兒一蓋就完了，對吧？你看見國家利益這幾個字，你就得讓路，就像愛國旗幟一樣的，對吧？你看見愛國這兩個字，你就得讓路啊，因為你的一切行為都會被標上一個不愛國，也就是愛國不愛國都不是你說了算啊，是由他說了算。國家利益也不是你說了算，也不是國家說了算，是他說了算。需要跟外交政策對表的，我覺得是胡錫進老師自己。你不對表，你怎麼雕盤呢？盤子永遠雕不上，也雕不正，你就是勉強接住了啊，那姿勢也不完美，不優美啊，不優雅。老胡對吧？以他這個新聞媒體人的這個專業去批評一個美化美國潛艇攻擊伊朗軍艦的這麼一個賬號，那胡錫進老師怎麼自己天天轉發，天天歌頌伊朗媒體發的那些大捷？在那個伊朗媒體的宣傳下，林肯號航母的折返跑啊，那不是練折返跑嗎？從那個波斯灣對吧？從伊朗然後撤到印度洋1000多公里，動不動後撤1000公里，這10天來回4、5回了。這合着林肯號航母啥也沒幹啊，就是來回跑死他，不是無人機擊中就是岸艦導彈擊中，要麼就是什麼超音速導彈反艦導彈擊中，已經打了4次還是5次。我看今天的圖片啊，是那個歐洲的是哪個衛星啊拍到了這個林肯號啊，離這個伊朗海岸線只有300公里。那還有啊，還有不是一個商船嗎？晚上不有這視頻嗎？是一艘貨船經過林肯號的時候還拍下了林肯號這個飛機起降，人家在那兒沒看見起火啊，也沒看見那個洞。哎，所以說胡錫進老師他選擇性的，也就是你只能啊讚揚伊朗，認可伊朗。胡錫進老師啊一邊宣傳自己熱愛和平，反對戰爭，一邊號召伊朗，對吧？要跟美以幹到底，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所以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報道之下，胡錫進啊對
伊朗領導層的更迭這種理性預測，但是自己在國內的微博上呢，則真實反映他對中東戰爭的情感宣洩。乍看之下似乎是同一個胡锡進的連續思考，細究之下卻是一場邏輯的雜技表演。自相矛盾的觀點如脫韁野馬般四處碰撞，價值觀的紊亂如一鍋亂燉的雜燴湯，凸顯胡錫進內心的複雜如分裂。表面上追求理性，實則在所謂的國家利益、個人偏好和輿論迎合之間搖擺不定，最終陷入一種荒謬的自我矛盾。這不僅是胡锡進個人風格的問題更是胡適思維在國際事務上的典型的病症，一邊高喊对表外交政策，一邊用選擇性失憶和双重標準編織自己的世界觀。在联合早報那兒，胡锡進他預測伊朗已經沒有抵抗能力，但是在國內呢，他的微博要號召伊朗要跟美國打到底，没有能力還要打到底，這到底是什麼一個心態？為什麼這麼極端？一方面承認伊朗可能投降美國，另一方面又暗示強硬路線更现實，因為國內恐懼動盪。當然這個也符合胡锡进他一貫其強在胡锡進自己的微博裡面，他赤裸裸地表達了對伊朗的這個宗教氛圍不喜歡。實際上就是他不喜歡伊朗的這個神權體系，對吧？連女的穿罩袍吃飯他都要說幾句，那你說這個叫政教合一的政体他能喜歡嗎？實际上他是不喜歡，但是卻因為反美而得到胡锡進的支持，所以这就是胡锡进的双標叫文化上內心上他是排斥這個神權的，不喜歡伊朗的宗教氛圍，政治上卻擁抱。只是胡锡進幻想着美國在伊朗遭敗，特朗普敗退，美國多一個濫用武力結果很糟糕的教訓，這個不叫分析，這個更像是許願，一邊希望伊朗強硬到底拖垮美國，一邊又承認伊朗可能選擇友好路線。胡锡进的精神世界更像是一半呢是理性分析師，另一半是愛國鬥士，堅決支持抵抗到底。這種分裂不是偶然，而是老胡的一貫風格。當話題涉及文化，比如這個伊朗的這個女性要穿黑袍，他表現出進步的一面；但涉及到地缘政治，他又順利的切換到反美模式。只要反美就是對的，標準就變了。胡锡進說我不支持俄羅斯攻擊烏克蘭，同時強烈反對美以對伊朗發动空中打擊。表面上看這是一致的，也就是反对打仗，反对戰爭，但細究卻是胡锡進的價值觀的極其紊亂。為什麼不支持俄烏戰爭，卻支持伊朗的反美，對吧？胡锡進老師是勸烏克蘭投降，認為烏克蘭的抵抗根本就不能叫反抗侵略，而且要嚴格跟中國的抗日戰爭這種侵略要區分開，對吧？這是胡锡進老師在他的微博裡不止一次這麼說但是他卻支持伊朗反美。胡锡进的解釋叫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但是這套判斷標準本身就自相矛盾。俄烏戰爭對大國國家利益有什麼直接利益呢？胡锡進沒說但是伊朗反美如何符合大國利益，他也沒說清楚，他只說了多一個國家抵制美國霸權，這不是理性，這是主觀情緒。這個他潛台詞就是大國跟美國是要對着幹的，這個符合國家利益嗎？這國家是這麼說的嗎？這胡锡進老師老讓別人對表，他自己怎麼不對表呢？國家在什麼場合什麼地方說過要跟美国對着幹？這是胡锡进個人願望還真的是國策？哪個地方有？胡锡进老師對美國的敌视遠超对俄羅斯的批判，導致雙標。胡锡進老師一邊說價值判斷保持絕對一致的標準，實際的做不到，自己用雙標來攻擊別人，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把戲承認標準不一。到他這兒指鹿為馬，黑白顛倒。所以你仔細看看胡锡進老師他這個價值觀紊亂呢，紊亂在哪兒呢？他不是基於普世原則。什麼叫普世原則？就放之四海皆準，放到哪兒都是這個理。他不是的，他不是基於普世原則，而是基於所謂的國家利益實用主義。國家利益實用主義也可以吧，但也沒什麼太大的毛病，对吧？這也是一种觀點。問題是這個國家利益由他來掌握，他來解釋，他來判斷，這問題就在這兒。這是我剛才說的而到胡锡進老師這兒呢，他又簡單的把反美就等於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就等於正義，所以反美就是正義。通過幾次偷換概念，他就得出了反美就是正義，反美就是進步。所以說胡锡進老師這個價值觀紊亂也顯示了他內心的叫人格分裂。
他批評國人呢，情緒邏輯與理性認知是什麼關係，卻沒有問自己啊，堅決支持伊朗抵抗，不正是情緒主導嗎？所以胡锡進老師啊，複雜的不是智慧的多元，也就不是他智商高，想得多複雜，而是精神的碎片化，一部分是愛國者，一部分是評論家，一部分是道德家，這些碎片無法拼合成一個连貫的胡锡進。所以胡锡进的微博啊，經常像一面破碎的鏡子，映照出內心的混亂，邏輯在矛盾中崩塌，價值觀在双標中扭曲。所以說，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作为一个大 V 啊，这种精神分裂不只是个人问题，更是舆論生態的縮影。實際上基本盤都這樣啊，當理性被情緒綁架，當國家利益成為萬能的借口，對吧？國家利益成為一個遮羞布，真相往往在矛盾的縫隙中溜走。所以胡锡進老師啊，他想不通為什麼有人反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但是支持美以打擊伊朗神棍政權。說一千道一萬，烏克蘭是烏克蘭人的烏克蘭，而伊朗呢，是教士的伊朗，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伊朗，是一小撮人的伊朗。這一小撮人呢，吃席的時候沒有伊朗人什麼事，挨揍了伊朗人覺得陪着，對吧？這是伊朗人的屈辱。49年前呢，伊朗人流血推翻了這個世襲的腐敗的巴列維王朝，迎來了一個什麼呢？迎來了是一個世襲的神棍政權。所以胡锡進老師他當然理解不了為什麼這麼多人一面反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一面對美國以色列打擊伊朗神棍政權鼓掌叫好，這才是一個正常的人，對吧？正常的一個價值觀。而胡锡進老師啊，他已經扭曲了，用自己扭曲的這個尺子去衡量一個正常的人，他當然想不通。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